为什么你越是想在股市中抄底，越是越抄越低，直至深度套牢？如果你也存在这样的困惑，那你一定要听完今天的讲座。大家好，我是 Robert 徐，欢迎来到今天的专题课程。第一次收听我课程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同时打开小铃铛，方便大家长期的在这里进行股票学习。大家在点赞的同时，今天的课程正式开始。如何才能在股市中大概率的抄底呢？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套非常经典的跟庄操盘极限抄底战法。唯有踏准庄家主力的操盘节奏，才能轻松的买在底部，买入就上涨，简单又赚钱。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股票案例。在这个股票案例当中，我们如何做到极限的抄底呢？到底在什么位置是一个最佳的抄底的进场点呢？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成交量，我们都知道在成交量的研判底部形态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缩量筑底的一种形态。什么叫缩量筑底呢？就是在股价下跌的过程当中，如何才能判断它是在筑底呢？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对应下方的成交量呢是在不断的缩量，缩量也意味着市场的交投呢不太活跃，已经没有太多的散户愿意在这个位置进行因为绝望而割肉。相反的，在这个位置会有少量的庄家主力资金在这个位置进行底部的建仓，所以这就是缩量筑底的一种形态。这个位置就是缩量筑底的一个位置。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在这个位置就会开始起涨。那么这个位置它对应的成交量的形态是什么呢？就是背量收阳开始起涨。什么叫背量收阳呢？就是在这个位置成交量先缩量筑底，后面出现成交量的倍增，上方的 K 线收出一根阳线。总结一下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缩量筑底，第二个部分就是背量收阳起涨。这是我们通过传统的成交量来帮我们研判的极限抄底的位置。如果一个方法一个指标有太多的人去使用，那么它的准确率呢自然就会降低，这就是所谓的指标的钝化。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指标来帮我们做到极限的抄底呢？今天呢我会为大家讲解另一套方式，更加精准的帮我们买在最低的位置。其中呢有一个指标也是最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一个指标，它就是著名的投资大师拉瑞威廉姆斯所总结的 WR 威廉指标。这个指标呢虽然非常的好，但是呢很多人在理解方面还是有一点欠缺。所以今天呢我通过这节课程把这个 WR 威廉指标以及它的实战彻底为大家讲清楚。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调出 WR 威廉指标。那么这里面 WR 威廉指标呢，它是由两条线组成的。第一条就是白色线，就是快线，黄色线呢为 WR 指标的慢线，一个是快线，一个是慢线。所以呢在这两条线共同组成的这个指标下，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轴就是80轴，80轴以上意味着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底部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通过 WR 双线在80轴以上进行粘合，在这个位置就是 WR 快线和慢线上穿80，同时呢粘合成一条线，就在这个位置。过后呢，如果 WR 双线开始分开，同时跌穿80，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上方股价起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比翼齐飞战法。 WR 快线与慢线在80以上粘合，就在这个位置。什么叫粘合？就是两条线重合成一条线。第二点呢，就是 WR 快线与慢线发散并同时跌穿80，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对应上方就是一个极限抄底的位置。通过比翼齐飞战法，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出，在这个位置就是 WR 快线和慢线在80以上高度粘合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你看到以后呢，是不是要引起你的关注了呢？
接下来我们看，在这个位置就是快线与慢线发散并同时跌穿80，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极限抄底的位置。那么威廉指标的计算公式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就是一个周期内的一个指标。你比如说在 N 周期内它就等于什么呢？就是 N 周期内的最高价减去计算当天的收盘价，再除以于 N 周期内的最高价减去 N 周期内的最低价，然后呢这个比值再乘以100，这个比值乘以100，它的取值范围就在0到100之间，对不对？那么这里面我也跟大家去介绍了 C 就是当天的收盘价， High N 就是 N 周期内的最高价， Low N 就是 N 周期内的最低价。接下来我们详细的去介绍一下这个计算公式。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什么？这个 N 周期也就意味着这个 WR 指标它的一个周期的取值非常关键，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里面分子和分母的取值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当天计算的这一天的收盘价比较高，假设说它比较高在顶部，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数值和这个数值的差值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小呢？对的，所以这个位置就变得越来越小，分子越小，分母在一个周期的最高减去一个周期的最低，它是一个固定值，所以分子变小，而这个位置呢不变，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 WR 计算出来的数值就会变得很小，对不对？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天计算的值在顶部，也就是收盘价很高所造成的。所以在 WR 指标这个位置，数值越小，说明股价刚好是在顶部，对吧？如果相反的，当天计算的这个收盘价的值是非常的小，对吧？非常小，也就意味着这个 High N 减去一个非常小的收盘价，这个位置就会变得非常大。一个分子比较大，而且处于一个分母不变的情况下，你说这个 WRN 它的数值也变得比较大。通过我们设定一个最佳的一个周期，我们设置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出比翼齐飞的这种战法。你假设说这个位置在80以上粘合，说明什么？快线和慢线取值都很高，也就意味着 WR 它的数值很高，带到这个里面只能判断出这个收盘价是非常非常小的，才能够满足这个 WR 快线和慢线都非常大这种结果。所以呢，可以断定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一个底部位置。所以通过这个就可以理解 WR 威廉指标为我们设计的比翼齐飞战法。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就是第一点， WR 快线和慢线在80以上粘合。第二点， WR 快线和慢线发散并同时跌穿80，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极限抄底的位置。按照这种方法，我们不单可以把握住极限抄底的位置，而且还可以做到极限逃顶的位置。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重点为大家讲解的是极限抄底的这种战法。那么后面的课程呢，我将为大家去讲如何极限的逃顶。这是我们看到的蜡烛结合 WR 指标的一种形态。形态我们都知道，必须得到资金的验证，才能安全的确认它能够持续的开始起涨。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结合刚才我们所讲到的 WR 比翼齐飞战法，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对吧？同样的一只股票，快线与慢线在80以上粘合，对吧？就在这儿。那么 WR 快线和慢线呢发散并同时跌穿80，是在这个位置。看到这个位置的第二天，就是一个极限抄底的形态。我们如何去结合6台神龙指标，帮我们更加细致的通过资金能量方面来确认这个极限抄底的位置，它的上涨的能量是不是非常的充足呢？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们都知道，绿柱它表示的是在市场当中套牢的那一部分筹码。当这个套牢的人比较多的情况下，也就意味着这个市场是最绝望的。通过这个绿柱最高，我们也可以断定上方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底部的形态，所以我们画
对应上方这个蜡烛的最高价和最低价。画完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标准就形成了，对吧？我们再结合下方六彩神龙啊，这个位置你看到红柱代表的庄家资金已经开始出现了，对吧？这个位置出现以后，你看，尤其是它开始上穿25%，同时呢，这个红柱呢已经高过了这个紫色线，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是说明庄家资金的能量开始推动这个股价的上涨。那么这里呢就是结合比翼齐飞战法这两个要点，以及配合神龙庄家资金的战法。神龙庄家资金的战法呢也分为两个要点。第一个，红色的柱体高于 25%， 这个红柱的高度就表示以庄家主力为代表的获利筹码的比例，所以红柱啊这个高度呢，我们最低要求是 25%。第二点呢，红色柱体上穿紫色的庄家资金趋势线，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是通过比翼齐飞战法和神龙庄家资金战法共同为我们分析确认的极限抄底的一个点位。接下来呢，我跟大家去讲一下关于六彩神龙这个指标的一个用法。很多股民呢可能是第一次听关于最后一个窗口神龙庄家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六彩神龙指标。它呢是属于红利的特色功能指标，红柱呢它表示的是获利筹码，那么获利筹码呢是以庄家主力为代表的这个类型的筹码，所以我们通常来说就是庄家资金。另外的一类呢就是与之相对的套牢筹码，是以散户为代表的这一类筹码，所以呢它的一个比例呢就是用绿色柱体来表示，它的零轴呢是从上面开始向下发展。那么红色柱体呢，它是零轴在下面向上发展，中间呢还有黄色的这个筹码，黄色的筹码呢表示浮动筹码，三种筹码代表了三种资金的比例，因为股市当中的股票的流通盘并不是相同的，所以呢这个筹码我们是按照比例的形式跟大家去显示的啊，所以这里面红色柱体的高度以及绿色柱体的高度乃至于黄色柱体的高度，它都是一种百分比。同样的还有三种资金的平均值，也就是按紫色这条线呢为获利筹码的均线，淡蓝色这条线呢表示的是锁定筹码的趋势线，粉红色线表示浮动筹码的均线。三种柱体的颜色加上三条线的这种颜色，一共是6种颜色，所以这个指标呢叫做六彩神龙指标。这是我为大家补充说明的六彩神龙指标。接下来我们再一次回过来看一下刚才所讲到的这个模型。首先呢，我们用到了 WR 双线设计的比翼齐飞战法。第一个呢就是 WR 快线与慢线在80以上粘合。第二点呢就是 WR 快线与慢线发散并同时跌穿80，这是比翼齐飞战法，也帮我们通过形态方面确认极限抄底的位置。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六彩神龙指标帮我们把握庄家资金的这种战法。第一个呢就是红柱的柱体高度高于 25%， 第二个呢就是红色柱体上穿紫色庄家资金的趋势线，也说明什么？红柱的比例开始高于它的平均值，说明这个资金能量按照正比例的方式开始不断的增加。那么庄家主力开始增加，上方对应的这个抄底的形态已经符合了。通过抄底的形态结合资金能量的一个互相验证，就可以确认出极限抄底的位置，就是我圈住的这个位置，对吧？买入就会形成一波大的一个上涨，说明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极限抄底的点位。接下来就针对跟庄操盘极限抄底战法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底部的形态的确认，就是通过比翼齐飞战法。比翼齐飞战法呢有包含两个要点，第一个 WR 快线与慢线在80以上粘合，第二点 WR 快线与慢线发散并同时跌穿80，那么这是底部形态的一个确认。第二部分呢就是底部的能量的确认，通过六彩神龙庄家资金战法来确认底部的能量的验证。神龙庄家资金战法也包含了两个要点，第一个红色柱体高于 25%， 第二个红色柱体上穿紫色的庄家资金趋势线。
这就是跟庄操盘极限抄底战法，大家学会了吗？今天我就先为大家分享到这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有问题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对了，如果想要指标的参数，欢迎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进行留言索要哦。我们下期的课程再见。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上述观点仅供参考。